mai khôn kỳ đi đồng yêu kế thái sân cao luân pháp quyên im biên nam kim tròn dễ mai khôn na kỳ tròn vạn kế khô ba dục luân thái suy in điều nam in yam trong anh chàng trong anh chàng trong anh chàng vì mới 哦，家下有谈到嘅，就係林生上先生吼，佢創嘅細妹唔看咯。家下有講到吼，生上先生啊，佢嘅創作歌唱地度啊，可能有一開始有迄社會議題啊，吼，都也係有講到嘅，就係佢自家嘅家鄉嘅故事。唔過咧，聽講吼，你嘅舞卡地度吼，成員要假咧吼，就係細妹歌謠吼，係冇？你嘅創作係唔係有一些嘅改變嚇？佢從家下吼，你嘅細妹唔講細妹，老細妹係冇共用嘅嗬，冇想到。唔過係真件要呀2-3年就出嘅。係啊係啊。做啲老太介紹嘅下細妹唔講係長萬年看下。細妹唔看那條歌嘅，其實我愛過少寫情歌哈，情歌啊，那係其中一條。那個叫人哋寫本來叫佢向啲交往嘅細妹啦。哦。不過喺度有邊個太太哦。有喺講情書嗬。啊，不過我嘅那個哈，係咧當時間咧共共天時叫跑寒夜序曲嘅時間，那條歌係咧標啊啲嘅標啊啲嘅片尾曲，啊，伊佢我有去聽佢啲佢拍片嘅現場，佢啲新竹嘅嗰種黃山啊強林嘅片咧，嗰種啲黃山咧個山地背，我有去聽佢現場聽嚟播嘅，有寫那條歌嘅。啊，因為地方係咧講革命鴛鴦嘛，但是我講到嘅情歌，我有個投射對象，哦，佢都故所以都寫這個嘅，如果有一個投射對象嚟寫。嗰時候家啲前上嘅創作地度吼，真見看到就有13年，有一件事情，有一個地方。啊，唱廿拜吼，有細妹吼講出嚟歌謠，對你嘅創作吼，你嘅曲風啊，有乜個改變冇？自家知道啊？有啊，有吼，自家就有感受到嘅吼，大家聽到其實沒有呢，係啊，係啊。我講對有些人咧，佢好咯，因為跟些人咧身上學到好多東西，然後些人咧其實真係做得到太人好多事情，因為佢好感謝你嚟教，咁所以哦，如果啊，其實我哋你能佢係做去劇化也很遠嘅事情，佢喺度講啊，高工對嘅事情，是過10年前哈，如果啊想要做童謠，但係其實童謠佢唔好寫，咁所以我一直都愛些人咧出世以後哈，我讓各地啊讓我寫童謠。所以我去年咧，佢要寫童謠哈，都我又開始寫童謠。去年咧寫，開始寫，寫，我其實我些年咧，都啲嘅成長嘅歌唱地位哈，其實我哋都亂編歌嘅音唱，後擺細聲嘅時間我哋都編嘅細聲嘅歌。嗰時候喺大家糖豆嘅家就有那個就是固定版嘅搖籃曲，啊，唱喺欣賞嘅方面就有自家創作嘅，做得本。自家細妹彈就錯嘅，係我哋會亂唱，係啊，像比如講啊謠言曲啊，後擺嘛會用啲啲傳統嘅謠言曲啊，都亂唱歌時，佢唱個比賽目噶，後擺寫書嘅時間嘛，佢編一個寫書歌。後擺就冇用哦，因為就冇記下來啊。廖地位要記，但係後來要冇要安尼冇錄音啦。我唱嘅寫書嘅歌呀，都講啊，因為佢都見下唱片度嗰度咩，提倡嘢寫書啊，我都講話佢後擺係要唱嘅呀，係你。唱。看到阿 Kiki 安的印象，顧唔掉上愛命。看到阿 Kiki 安的印象，看唔掉上愛命，上愛命，顧唔掉，冇寫書唔吞了。
啊，类似的。哇，冇岁数就做唔得了，就从。做唔得都命死人呢，因为今日吼，因为我生年还在早产了，故所以医生有交代，都讲啊，唔可以。怪伊啊，你注意一些，注意。但係下擺零三吼，下擺鹽都冇那個觀念，因為那個生日特別注意。下擺都講啊，冇歲數人做唔得命生日呢。下擺以為下擺吼，我感覺到嗰種關係會打敗樣。係啊，你要按生日咯，係啊，還有強係冇。係啊係啊，但係今日因為環境冇相同，所以真係。他唔可以啦，真叫佢歲數。歲數係真係。唔講唔細妹會有記得冇？我也會記得啦。有記得，佢會衝冇？我呀。伊都怪好教，因為我去年呢做幾條安尼童謠有錄音嘅哦，有一個那種分享歌，哦，也係生日快樂，韓國邊也俾唔攀得，每日嘛會唱啊。去年嘅表演嘅時間，因為我間用到嘅社會學生啊，他個都教過跳咩，上去也後來人線上有編舞啊，我每看得到都。即個都北上去啊！韓國咯，伊間主持人唱買鼓啊，都上去唱，啊，伊叫上上去教。佢後尾去年嘅四歲人嘅時間，讀書哦。啊，伊有上去教，伊冇人哋冇俾讀書。哇，真勁！按刺眼吼，就按呢，哇，伊有佢好教，伊都上去教，間演唱下教安尼啦。啊，其實我也唔都讓我講啊都。因為講到我本身我係呢一個音樂人，我希望我嘅生日呢，嗬，都係呢做得都真是 enjoy 去搞嘅，有啲音樂地位，都做得陪伴生活。哇，真勁呢！此大家吼，喺有聽吼也欣賞嘅歌曲吼，真勁有感受到吼，有細細妹嘅出現吼，真勁對也欣賞嘅啲歌曲吼，創作嘅歌唱吼，真勁有實力無強用。唔講吼，也細細妹吼係後來有嘅，唔講唔嘅老朋友啊，就可以唔嘅作詞嘅人吼，哇！合作嘅清久嘅吼，係啊，15年嚟哦，15年嚟哦，係跟元豐合作15年。哇，唔講唔出道簽16年就留期15年哦。係啊。哇，唔講一開始嘅緣分係用嘅開始嘅喏。都我1994年嘅時間，佢喺我哋探講佢大學3年生，佢啲做一個樂團叫關子音樂坑，嗰類咯，佢喺我哋都上去辦一個創作發表會，安過我哋佢喺度買票嘅，買票嘅都講佢喺我哋想講啊，因為美濃已經開始做反水庫運動嘅，所以佢喺我哋想講啊，咁樣係韓文轉起咗出嚟，韓文係，喺我哋已經美濃有那個運動，所以佢喺我哋都講我哋呢那條。團員啊，都講今日售票嘅那個樣嘢，數年吧都，經過做反水庫運動，我哋係認識嘅，係認識。嗰時大家就同認同就從英國吹啊，係啊，這樣子，係啊。哦，嗰時這樣子就老永豐先生就有碩士，唔過碩士啊合作咧，合作1998年，1998年開始係，有冇合作嘅喏？有冇知道哇？我老幾棟咩處安呢？其實元豐後來回憶都講啊，嗬，伊講啊，佢後尾1998年，因為99年都係表決嘛，第立法院表決，伊都講啊，其實現實上對藝能佢不利啊，對美濃嘅那個運動來講佢不利。但係嗬都講啊，伊講啊，佢後尾伊講啊，伊曉得用嘅那條方式咯，也用得差唔多嘅。然後再計突破啦，嚇現有嘅那個限制嘅話，困難，但過那個一定要有文化嘅東西嘅，有想到音樂最強。嗰時候都講啊，講藝嚟做音樂安尼。嗰下藝嚟做啲就跟交工樂隊佢後尾都會藝人出嚟唱山歌嘛。啊，佢後尾其實都元豐也上過隊，都講啊，啲嘅用音樂去團結嗰度，我國外嘅人，那個一個可能。嗰度聽嘢都講啊，其實咧運動有可能會輸。啊，輸喺啲時間應該要留下東西。我要留下東西。伊講都留下東西，都一定係你跟文化性有關嘅東西。所以音樂係，都音樂要留，最起碼留下來要。其實也唔止音樂吧，像圖畫啦、雕啊、也係詩啊，其實都要留下，有文化性嘅東西。哦，嗰時候參嘅就老永豐先生就按你經合作到亞下就錯嘅。係啊，佢係記得係幾條啊？合作嘅係呢嗰種亞航巴士啊，夜行巴士嘛。然後阿峰講啊，夜行巴士會。也跟國名係呢，楊雄係呢來自陳映真嘅夜行貨車嘛，華盛頓大樓系列，經典小說啦。絕對。唔過，咁樣一開始嘅時間
其實先生即間咩會下詞咩？唔過喺老永豐先生合作歌曲，家家有看到你嘅專輯地圖，就會作詞，就會永豐先生。係啊，都可以去做那個嘅概念，因為我哋嘅專輯地背都係你有個概念啲嘅走。比如講那種專輯嘅愛狀地背9條歌嘅，咁其實就愛狀嘅那條歌嘅，係你都破題嘅嗬，愛狀會出現那啲第一條嘅課本，又嘛會啲嘅出現那啲嘅顯影油狀、油愛狀，會出現那啲7-11地背嘅嗬，開一啲愛狀嘅專角。唐嘢就印呢啲嘅感覺。係啊，係啊。係咧，幾隻故事就錯嘅。又會串聯啊，從下。嗰時大擺老永豐先生安尼啲合作嘅時節，就係幾隻就用本地做。幾隻嘅概念安尼，係啊，將幾隻寫好，將本來做曲噶安尼係冇？係基本上嘅方式安尼，也係講我哋先有一個概念，那個概念有咗之後，我哋嘅字體，譬如有10個字體哦，如一個一塊一塊完成，安尼，我有得買，我做得安尼做，不過那一種係呢以希伯干所有嘅歌詞條本來，我哋都差唔多，我記得我嗰種寫2-3日，安尼我都1禮拜一條歌嘅，安尼我都差唔多寫2-3日，2到3日寫那種專輯。哇，你會按鏡咯哈，喺平常時就啲 keep 數嘅係嘛？係啊，那其實如果講啊，我感覺到創作，因為我那種已經做啊 TQ 種嘅，啊 TQ 種專輯，感覺到個創業都講唔係真正創作嘅時節個創業，其實係你冇創作嘅時節，我用一本那種創作嘅養分，一次而補充入來，唔可以開始創作嘅時間有冇有？咁所以都生活上都我哋都愛去吸收，我有生活，我做到譬如講看天陽也好，看書也好，聽音樂，跟爸爸媽媽聊。也跟連沙聊，都跟連沙聊嘛，嗰種嘢啊，跟感受太自然啦，好，那就都會變成我哋創作嘅養分。嗰時候做呢創作人，其實冇呢講好，我一下好，正月初基本係正月初3，我正月初3一下開始我來創作，冇按呢時間性就錯嘅，冇講我一下開始創作，冇，係其實就係。幾年安尼，就是每分每秒，其實你讀到嘅人啊，還有你看到嘅事情，做清楚做得變做你嘅養分就錯嘅。係啊，應該安尼。啊，因為如講啊，你看鍾理豪嘅小說嘛，安尼啊，鍾理豪先生嘅小說咧，以最後嘅小說咧，幾乎係你以幾多米咯，開始寫故鄉詩，都生活周遭嘅那條事情，然後變成以最後嘅作品，都那個時期嘅作品啦。大家一聽到、一看到嘅時節，其實就哇，嘿，也就會寫愛總條安尼，愛順風嘅故事啊，係冇？啊，有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嘅得主德瑞克沃克特伊嘛，講過一件事情嚟講啊，如講啊，世界最有價值、按過最感人嘅作品，通常係來自那個作家生活嘅方圓30公里，那個寫出來嘅一個主題係你哋啦。用那30公里地背嘅那個發生嘅人事物來書寫那種主題，都會有加速，因為有好多細節嘛，地，我有譬如氣候啦、水文啊那條東西，因為唔了解嘛，所以你都做在寫層面，層面都共同嘅人性嘅價值有寫到嘅時節，伊都開始會想。都唔會局限喺啲，就讀到夢想要面向嘅安尼。伊都會行出以那個狀態，都會行得到其他嘅狀態伊嘅，影響力都走出來。哇，真勁嘅，根本好，家下有聽到啊，吼，就係欣賞欣賞啊，佢講嘅當到佢自家嘅創作啊，還有就係細細妹啊，還有遠方嘅欣賞啊，吼，對佢嘅影響哦，還有咧根本咧吼，即係欣賞欣賞來嘅主要嘅吼目的就係乜家己有咧成嘅專輯嚟哦，吼，又係講乜家咧佢嘅總條哦，所以一種嘅專輯後有乜家貼片咧攞一下吼，大家先來去看一下，另一筆茶吼，等下哦吼，欣賞就會現場充分大家聽哦。OK。